人生的建设是有诶，人生就用这个意义，建设就是叫啥？叫做自信，你建立本来自信，本来自信建成这个理，道理的理，义的理，人生叫做理，地位的理，叫做理义一如。政府的解释叫理出一如。那今日你这个讲起来，叫建设甲人生，为什么来讲起来？咱今日会当人生的建设，建设甲人生。当然，今日政府的合起来，叫做人生建设，嘛叫做定位银行，利用那个情节，因就是讲什么呀？会讲自信，伊个就是不道，为会讲咱地位，因为咱今日后头伊个自信是从流露出来的，想到咱地位才流露出来，所以今日咱是个事情，咱是个目标，所以金融局伊定分。公平，生活的门规，就用显得做显不离法，阿妙的三到三活的心，温和应对，温和抗敌性。这部分是生活的门规的，而且嘛是能故意节点习惯的一种目标。弄很多啊，他说你在这东西会显得就显不离，因为发生物件，要发表无相正应正觉的这个心。这个无相正应正觉的心，一般定义高相，伊都无解释为伊拢用，伊咧上经拢用阿妙德什么什么的心，阿妙德了叫做无相，三妙叫做正定，三妙就叫做正觉。伊进步会甲讲的是这个物件。啊，若进步会啦，就一定甲讲起来，三妙的叫做正觉嘛，叫做自觉，叫做安排。那六年有这个自觉，那定为叫做三妙。叫做正定，正定自觉叫做觉他，这个无三个自觉，你有自觉，你该觉他，来到正定。自觉觉他觉行无圆满，叫做无三。那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叫做无相。你问你有诶，你过叫做哪？你过叫做分。所以叫阿妙阿罗三到三五年，虽然不会是讲无相正定正觉到分归来，讲三个赞助。伊为什么来讲起？伊咧讲一个赞助的，讲什么赞助？伊讲，假使有一个人咧发着了一个成就较深，我一个成就什么法？但是我发起来，我安住袂好势，我控制袂好势，我只听到你听怎么去？但是汇报的我看下面汇报的两个，阮先生打开两个安住袂好势，我听过你听过了10年啊。这个心大家做梦会好势，因何应注，因何行心？问问到，我是要按照去行我这个无相信，我是要按照去安住我这个真心，这个是这个意思。因为相对的是讲，咱今日是我当面前啊变成，因为都是咱这个心安住无势，咱这个心控制无势，既然安住无势，因为咱无法度达到，所以迄个心。不着经了后，咱不着经了后，咱就自信很强，咱就有信很强。所以大师说，我那老和尚他脾气大，他讲述就是家世大。有高小智慧，老和尚脾气大，现在老和尚脾气为什么大？因为一直不会很感动，心很多心的，只要心情太空结，你心情做简单的，再接着让心情啊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部分若出到外口拄着一个，咱若甲你比啊来过2万济，咱是有水的啦吼，若无水咧3年就愈出来对啦吼。我即使我愈出来，你咱的心嘛加袂舒服啦，敢是安尼吼？我是在想明吼，后面要安怎吼？要安尼，一直一直了解，所以这心修要细人是好势，是安尼讲，因为咱的心。是咱的习用，咱的习用，咱这个心是会讲袂离开，所以习的愈用，咱的意义就愈重要，叫做习用利用。所以你无法度转识心理，无法度互咱的地位给不强，地位不强就是你正能量，你光明，你能量的光明起来了后，叫做转世。
心所活来影响，咱很特别的。所以修道嘛，无真正对家己心，对家己用心，你修一世人就是好势。别人修好势是别人个代志，含你伫甲这个关系拢无。家己在一人压头看法，敢是安尼？你家己修的成功，你修的成功，别人修的成功，你家己修的成功，所以修的是面对自己一个修行的，做不得。那嘛是我讲，讲现在如你所说，如来形容的菩萨，如来显不像菩萨，这是那是我讲，是我的目的地在你的条，无为所。我就讲，就有显能做显如理，阿了道的三大什么的心，应无是处，应无是空的心。咱中国经一定看那个可能性，所有的人交代，我若是做的交代，你问我这个问题，我就是袂讲。你安怎安怎这个自信，你安怎安怎这个梦中心，你听无？要安怎讲？你讲应如是处，如是，如是你听无？咱我早头讲。什么你就按我不该死，你哋读就是讲思想发展，观察发展，死就是讲文化发展。换一个解释讲，伊会把你这清净心观诱出来。咱这边内底换做换对不对？但是咱不能够靠分嘞，靠分嘞换做无点东西。所以那是为了咱讲嘞，你讲一点点无钱你啊。一滴点点关于，因为你咱的话就是咱的地位，你的地位权，你的地位权，咁就我在你讲，那是合法。咁你哋喺度上天點啦？你喺度隨時咁飛得幾多？所以你要出來講，問題你你成心唔是我講你錯，你問我這個問題，我就講，你的清淨心啊，材料，迄無明，迄安全袂好勢，都安全袂好勢啊。这个是好没有事，这个不好没有事。问题你要清楚心来听，这边真是你先那个清楚心来出来，因为你修到啊无心态，你无你修到啊无弄的你条心，咱你方面找机会。我告诉我的文字所说，改快，既然给起，哪项就无问题，伊有些说。我将心的为咱微文无事事的，因为所的每日的阿拉，伊为咱不模范。